大家好啊！踏入2026年咧，波仔就收到好多發燒朋友關於 DCS Lina 同埋 Lina.X 嘅查詢。其中一個最多人關心嘅問題咧，就係加配咗 Lina Master Core 之後，係咪可以令整體音效表現出現重大提升？嗱，就呢個課題，波仔今次就想簡單介紹一下 Lina Master Core 嘅玩法。呢部體積小巧但體重竟然高達7kg 嘅 Lina Master Core， 佢本身係來自咗 OCXO 恒溫晶體振盪器同埋兩組 VCXO 電壓監控晶體振盪器，可以產生44.1同埋48 kHz 獨立嘅時鐘信號，只需要動用兩條相同型號嘅 BNC 接頭同軸數碼線，就可以同 Lina、Lina.X 甚至其他 DCS 嘅解碼器相連。按照唔同取樣頻率嘅訊源，自動進行時鐘信號切換，締造更深更闊嘅音場佈局，刻畫出觸手可及嘅 3D 化立體結像，進一步提升低頻嘅澎湃動力。講到呢度呢，波仔又順道同大家重溫一下 Lina.X 解碼器嘅設計精髓啊！佢嘅串流界面可以全面支援 Tidal、WinReady、QQ 音樂，同埋最新 Spotify Lossless 高清串流無損播放，所有功能操作都可以透過 DCS 自家編寫 Mosaic 進行，包括12組數碼濾波、DXD 同埋 DSD 聲頻，專為重塑耳機音場而設嘅 CrossFit 調校，仲有3段式 Mapper。Lina.X 嘅機背設有 USB A 型、B 型同軸 SPDIF、75mm BNC、兩組 AES EBU 同埋光纖 Toslink 輸入。至於數模切換核心，當然係發燒同好非常熟悉，由 R2R 電阻網絡所組成嘅 RingDeck 分立式轉化系統，配合純 A 類偏流設計，提供4種唔同輸出電壓嘅 RCA 同埋 XLR 模擬輸出插座，方便用戶配合唔同器材使用。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 DCS Lina.X 同埋 Lina Master Core 雙管齊下嘅威力，歡迎致電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